不少人拢趁年假去佚佗，桃园机场这个中秋年假出入境的人数可能会到12万人。不过，国内旅游都无一款好光景啊。东部订房的比率平均是无到4.5%。桃园机场人是客家10通通，每一个人都是换大包小包，准备出国佚佗。要去那个大阪，是有担心，所以我们有提早一点点去，有没有发现？其实路上没什么车。去韩国玩，我们排这样一小段，已经差不多排了20分钟。中秋年假出游潮，岛际的出入境人数自北到93000多人，自到皮高有85000多人，海外旅游人气正盛。反通的国旅情形爱搁加强。观光署统计，疫情进前热门的东部地区平均订房率有70%，啊，不过这摆中秋年假平均无到4.5%。文化部支持到定场的台北国际秋季旅店，选择用农业为主题，为推动台湾在地文化观光。为什么云林的虎尾这么的重要？原因是因为它现在还有唯一全台在甘蔗的5分车，糖都的美名之称，也是因为它整个又因为糖业而去造镇了，所以这个虎尾镇也因为糖业而兴起这样。当时的御厨来到了民间，所以他在食物上面，因为有钱有余裕去放糖啊，所以食物就偏甜。那这些历史的遗迹呢，其实现在就留在了台南的食物里、台南的街道里。只有文化的深度可以带动观光，而观光又可以帮助文化的普及度。用中华森林台南等6大产业重要场域来串联地方的观光资源，佮提供应使用文化白点头业者资讯，希望应建立观光旅游的文化中心，带动台湾的文化旅游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